25屆呢，係標誌住四分一嘅世紀，而呢個獎項呢，一路走嚟呢，見證咗消委會同新聞界攜手推動消費權益嘅努力。傳媒報導消費者新聞嘅方式，亦係越嚟越精彩、更專業。消費要精明，資訊要透明，呢句説話正正就係我哋大家共同嘅理念。消費模式啦，已經係突破咗地域同埋實體嘅界限。消費保障啦，亦都係需要與時並進。咁大家透過你哋專業同埋客觀嘅報導，可以提升市民或者公眾嘅自我保護意識。各位傳媒朋友同埋參與者，你哋嘅努力同埋付出啦，實在係值得表揚㗎。年度主題大獎嘅得主係香港01假學歷高才通簽證做假黑中介調查。年度大獎好似司儀頭先所講，呼之欲出啦！香港01